来看这则消息，是伫咧离新竹县政府只有300公尺的光明六路甲县政七路，今早起呢，伫咧一大建南边啊出现车路破坑，这个破坑呢有10公尺长、3公尺宽、3公尺深。目前县政府也要求工地爱先停工。 8月21，位于早上10点多，经社区民众通报，新城期间有一个坑洞的出现。目前是因为瓦斯管的外泄的味道比较严重弥漫了哈，所以等一下会针对瓦斯管先做修复修缮，甚至与自来水的水管破裂会进行修缮。那我们也立即请水公司跟瓦斯公司已经把它源头把它关掉了，所以目前这个是不会有瓦斯外泄跟这个水这个溢流的情形。那详细的真正的原因，我会请公务处跟这个等一下跟包商一起来检讨是怎么样发生的原因。同时，我们县府也立即决定这个工地让它停工。 对这个画面来看，咱能看到讲建南边啊是涂骹破一坑，这个所在是伫咧新竹县光明六路甲县政七路的这个附近。今早起呢，当地民众发现讲边啊是破一坑，就伫咧工地建南边啊。这个破坑呢有10公尺长、3公尺宽、3公尺深。也因为这车路破坑，这涂骹内面呢，这水道水的管线，抑个加速管线拢断去，造成加速泄漏。县政府的这个消防局也派人去到现场警戒，工务处加速公司已经伫咧现场处理。 这个建案呢是要起地下6站，地面上有26站的这个新大楼，初步怀疑讲，真有可能是竹北这几天啊拢落大水雨，造成这地基变甲真松软，桥路再过落落去。县政府是讲的要求因来成立调查小组，赶紧厘清。要若当地居民是要求县政府就要监督这建商，确保附近居民的安全。